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艾倫啦。今日艾倫咧帶大家嚟到寶翠園啦，睇一個兩房嘅單位㗎。咁啊，單位實用面積667呎，屬於咧咁嘅兩房單位啦。咁望翻成個大學嘅景觀㗎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帶大家睇下片先啦。好，大家睇完呢條視頻啦，覺得有興趣嘅，記得留言俾我艾倫，記得關注、點讚、留言俾我啊！多謝你，拜拜。